33萬個士兵命懸一線，丘吉爾喺呢一度下達咗撤退嘅命令，改變咗二戰嘅歷史。而家呢一座指揮中心居然變咗做超級豪宅。喺1940年，英軍陷入咗德軍嘅包圍，鄧寇克大撤退決定咗無數士兵嘅生死。當其時嘅英國首相丘吉爾咧，正正就喺 The Oval 入邊策劃行動，成功撤離呢一班英法聯軍，成為咗史上最傳奇嘅軍事行動之一。而呢一度咧，唔單止見證咗無數嘅機密決策，仲係間諜、特務，甚至係 James Bond 誕生嘅地方。但係你又估唔估到，曾經決定生死嘅戰爭指揮中心，今日咧居然變咗做一個有錢人嘅私人樂園。等我哋一齊揭曉一下 The Oval Residence 嘅前世今生。大家好，我係 Gerald， 歡迎收睇添集。喺收睇之前咧，就記住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撳下面嘅鐘仔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倫敦豪宅。呢座大樓曾經係英國軍政核心，亦都係間諜嘅活動集中地。究竟 The Oval Residences 嘅牆內隱藏住幾多秘密呢？前身為 Old War Office 嘅佢，起源就可以追溯到1898年，由英國建築師 William Young 設計。佢過咗身之後咧，個仔 Clyde Young 就接手動工，建築咧就坐落喺英國皇室嘅Whitehall遺址上面，總建築費就高達120萬英鎊，亦都係今日嘅2億英鎊。呢一度樓高7層，佔地58萬尺，用咗2500萬塊磚頭，26000噸嘅波特蘭石建成。室內咧就用咗愛德華巴洛克風格裝修，總共有1100間房，走廊總長2.5英里，可以容納到超過2000人。喺2次大戰嘅期間，呢一度咧一路都係英國陸軍部嘅辦公地點，可以話係戰爭決策嘅心臟位置。距離白金漢宮、西敏宮都只係幾分鐘嘅路程。當其時嘅英國首相丘吉爾咧，亦都喺 Oval 設有辦公室，喺度做咗大大小小嘅歷史決策，包括對德國宣戰啦、鄧寇克行動等等嘅多個關鍵軍事部署。而呢一度咧，唔淨止係政治核心，更加係情報嘅基地。1909年成立嘅 MI6 軍情六處咧，首任局長 C 政要啦，同埋情報員，每一日都係會喺呢一棟大廈出入。為咗避免身份曝光咧，大樓設有好多條嘅秘密通道，隱藏喺牆後啦，或者係樓梯底嘅，方便隨時撤退。而呢一種設計，連白宮、東宮、倫敦塔都有。而大家都好熟悉嘅 James Bond 就喺呢一度誕生㗎啦。佢嘅作者 Ian Fleming 曾經喺 Oval 嘅工作經歷，亦都啟發咗佢寫第一本小說，亦都令到 James Bond 成為家傳戶曉嘅人物。而呢一座情報基地點解會變成舊嘅戰爭辦公室，甚至變咗做豪宅呢？喺1945年二戰結束1年之後， Oval 隔離嘅 Ministry of Defence 國防大樓咧就落成，大部分嘅軍事部門就搬咗去嗰度，而 Oval 亦都成為舊嘅辦公室。最後連 MI6 咧都走埋，去到2013年，政府就宣布出售，隔年關閉。被列入2級歷史建築嘅 Oval 就俾咗印度集團 Hinduja Group 用2.5億英鎊買入，獲得250年嘅使用權。聯同法國設計師 Thierry Despont 將 Oval 用咗6年去翻新。2022年令到 Oval 正式重生，變身咗做酒店、豪宅嘅綜合體。全球頂級酒店品牌 Raffles 進駐，提供咗125間客房、85間豪宅，由1房到5房不等。每一間咧都係獨立設計、度身訂造。The Oval Residence 保留咗大量嘅歷史細節，包括馬賽克地板、水晶吊燈、丘吉爾踩過嘅大理石樓梯等等，十足十一個博物館。單位售價方面，普通單位就大概300至600萬鎊，而最貴嘅特色單位咧就賣7500萬英鎊，而部分單位嘅成交價更加高達每尺11000鎊，刷新咗倫敦嘅紀錄。咁誇張嘅 Oval 究竟值唔值得買呢？首先佢嘅售價極高，目標嘅客群明顯就係超級富豪，普通人難以負擔。咁當然啦，貴就唔係佢嘅問題，而係我哋普通人嘅問題。而英國嘅稅重，豪宅嘅管理費又非常之高，長期持有成本就自然係高上加高。而豪宅市場未來嘅升值潛力可能會放緩，不過對於呢一類型嘅超級富豪嚟講，佢升同跌可能都唔係佢嘅考慮因素。再者，呢一類型受保護嘅建築喺翻新嘅時候又受到好多嘅限制。
The Oval 係超級歷史地標，想重新裝修下、改下佢嘅間隔或者結構，都一定唔係容易嘅事，未必啱每一個買家嘅心水，而且維護嘅成本非常之高。好似呢一類型嘅2級歷史建築，為咗保持佢原有嘅樣貌，政府規定持有人一定要定期進行維護同埋保養，亦都要用翻起嗰陣時相同嘅材料咧同埋工藝，大大增加咗管理嘅難度。長期持有就一定要考慮埋呢一啲嘅未來開支。加上倫敦豪宅嘅供應多，競爭對手亦都越嚟越多，搶客嘅情形咧非常之激烈，售價太高，銷售嘅速度就自然受到影響。你又點睇呢一座歷史重生嘅 Oval 呢？留言話我聽啦！想睇到更加多嘅倫敦豪宅，記住訂閱呢一個 channel，我哋下次再見。